总统，你前总统是不是确定要在53军人公墓？也有去看过，对不对？总统刚刚好像讲了很久的话，说些什么？院长有了解有立委施压部会收贿的案子吗？在调查吗？总统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前总统？前总统支持不改宪他吗？为国为民，贡献至大。我认识他数十年之久，大概从民国62年，我当选台北市议员，总共2届8年，才回南投选县长，再到高雄当市长。这里面台北市长前后有5位，每一位都很出色，包括张丰旭，包括林良港，包括李登辉先生，还有包括邵文兴先生，还有包括过去前台湾省建设厅厅长，后来在1990年，在经国先生过世之后，李先生就任中国国民党主席，也就任中华民国总统。他特别在1990年派我到高雄去担任市长，他对我照顾栽培良多，但是施人感恩是一回事，我觉得他为国为民贡献至大，他是真正达到中华民国台湾稳定繁荣发展，而且两岸和平稳定发展，并且两岸还维持和平以外，在国际间特别努力打开国际对我们中华民国的重视跟支持，所以他会留下给我们中华民国，留下台湾很多的贡献，所以知道他的人会敬佩他。我也希望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也能够多了解李登辉先生、李登辉前总统对国家、对人民的贡献。